这河道里头好多硬币啊，甚至还有钞票。这广场怎么还天黑了？突然反应过来，老外这么多娱乐场所，但是好像没什么足疗店呢。要是把咱国内足疗那一套搬到这边来，会不会非常赚钱呢？什么按个摩、汽水、无限畅饮、沙拉、牛排这些随便点。都说 What happened in Vegas stays in Vegas， 咱们也去做一件突破自身底线的事儿。在麦当劳，我单点了一杯2.5刀的可乐，还交了0.2刀的税，我感觉自己像个250。它是咖啡的杯子，把这个咖啡给贴起来。你别说，单点的就是好喝。灌完 OK， 就它 stays in Vegas。这种事儿反正在国内干不出来。哇，他们那台车是个购物篮 ，Car Z 啦，哥车啦，哥斯拉。我在这个公交站点站了10分钟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等车。这个时候我还认识丁卡弄城。回青旅路上这一出了市中心，人都见不到一个。这都晚上11点了，还35度，那流浪汉平时咋洗澡的呢？3.6刀，前2天试了原味的，这次试柠檬海盐味的。这个牛肉干看着好诱人呐，5刀，还买了袋坚果，一起10刀。洗完热水澡，打杯冰，然后客厅再放蜘蛛侠，这是柠檬盐汽水的味道。一觉睡醒，接着吃青旅这儿的早饭。那能看到城市周边都是荒山。车票还没过期，再到市区逛逛。巴黎人这里还有凯旋门呢，这里头也有喷泉、蓝天，甚至旁边还有埃菲尔铁塔的钢架。Gordon Ramsay 他这个 Hell Kitchen 地狱厨房，方差几上一直烧着火，一点都不环保。再去凯撒宫里头吹吹空调。宿舍里头搁几个当然就是停在这个酒店门口。这个雕像正上方的灯蛮好看。溜达了半天没看到个什么免费小零食或者试吃的地儿。众神喷泉，室内喷泉，亚特兰蒂斯秀，好丑的鱼啊，还有粪。话说网传美国研究外星人的51区就在拉斯维加斯的西北部这个方向。又到便利店采购了一波，花了18刀，里面有些干粮什么的，为明天做准备。最后一个橙子，便利店6刀买的鸡翅，1.8刀的芒果茶，还有剩的一袋泡面。先洗了个澡，把袜子给搓了。今晚就不折腾了，早点睡。拜拜拉斯维加斯 ，Nighty night。You forget 1,000 things every day, pal. Make sure this is one of them. Davey， 这夜景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。你是来拉在洛杉矶一觉睡醒，今天咱们换一家青旅，这家性价比不太高。睡醒了接着做饭，来炒鸡蛋。早饭来了好几天才发现这边有冰档。这个青旅庭院的窗户与玻璃上全部都是涂鸦，咱们也留一笔，可以平安喜乐，Nighty night压上了。我的青旅这个可可奶自己冲的好好喝，就是不腻。然后今天准备从海滩边360一晚的青旅换去星光大道那边260一晚还包早饭的青旅。圣塔莫妮卡这一站的地铁站超级多警察。要坐1个多小时地铁，不知道是不是喝那杯可可喝的这个地铁坐的我好想吐啊！一出地铁站就到星光大道了，这青旅就在出站的地铁口对面呢。那个跑车在那轰了下油门，那上去骂人呢，我天哪 ！If that's possible, can you help me to choose a lower bunk? Yeah, I got you. Thank you, thank you. Kitchen, lounge, bathroom, showers, everything at the end of the hallway. Okay. Breakfast in the kitchen, 7 to 9. 7 to 9, OK. OK， 来看星光大道上260一晚，然后还包早饭的青旅。进门左手边是个应该是换鞋的地方，然后8人间好像还不错，换了个靠窗的床位，然后这个柜子太小了，包塞不进去，把无人机还有羊驼塞进去吧，这个放外面没事，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物。我怎么感觉这家青旅一点都不比前2天住的那家差？还有厨房，该有的东西都有。Donald Duck 是唐老鸭吗？白雪公主都裂开了。汤姆克鲁斯，中国戏院建成于1927年。可以看在洛杉矶来一杯家的味道要多少钱？菜单可以选中文，冰淇柠檬水1.99刀，还可以选200%糖。拉拉 Lando 纪念品店，迈克杰克逊就在雪王正对面。Mickey Mouse 米老鼠，龙叔成龙 Jackie Chan， 他在戏院正大门的左边，然后在龙叔的右下角家人侠范迪塞尔。虽然我不打篮球，但是24号 Kobe Bryant。看他的手有多大，哇，手指中国巨人，但是上面他这个龙雕的好诡异啊！哪有咱们的龙会有这么长的爪子？麒麟迪翁，哦，现任总统，又见龙叔，还有哥斯拉，哎，比沃和 My Friend Do。哎呀，我突然看前面那栋楼一定也说，是不是在那个游戏里也有啊？这个是 DRE，DOGG。你别说，这赛博皮卡确实帅了。看着星光大道，啃一包上一家青旅发的小薯片儿。我疯狂按 FFF。换完地铁转公交，出发格里菲斯天文台。洛杉矶公交车前面这个架子是用来放自行车的。